好，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22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昨昏伫桃园龟山一个便利超商的店员，因为口渴人客爱挂喙罨，想要告诉后这个人客举刀啊毒死。这个姓张的嫌犯随后警方抓到，检方讯问了后申请羁押，法院伫早暗嘛裁定收押。超商店门口有封锁线，大楼清洁人员来清理火热。礼拜透早4点，一个41岁姓张的查甫人无挂喙罨来超商买物件，去互店员阻止。伊转厝摕喙罨，再倒来买物件，甲店员冤家，将喙罨弹伫店员的身上。姓张的查甫人尾啊第3届过来到便利商店，涉嫌摕身上藏的刀向店员渡几落刀。店员奋勇抢下刀刃后，在超商门外失血过多，不知倒地。民众目击报警处理。犯嫌在离开时被赶到了远景制服，店员经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犯嫌疑似有精神疾病，就医情形，目前案情厘清中，全案依杀人罪侦办。警方缉捕前往现场时阵，店员已经唔知人啊，倒边胸坎一直后悔。虽然第一时间送医，暗过抢救救无转来。这个意外发生伫透早，都是便利商店大夜班的时间。店内敢若一个店职员上班，无人支援。店员爸爸知影这个消息，赶到现场，相当悲伤。很怪，很正常啊，那发生不幸你没有办法。政府除了要这些员工来，做这个防疫的这样子的措施之外，也要督促雇主要对这些员工在执行这样子业务的时候有多一点的照顾。工商协会指出，这个不是头一届第一线劳工协助政府防疫发生工伤事件，包括9月底发生伫屏东有女店员互查甫人攻击目睭；10月底台中也发生超商的大夜班查甫店员提醒人客挂喙罨去互拍。大夜班员工原本伫工作的时阵，都爱一个人面对各种的突发状况，即马也阁爱协助防疫的压力。政府甲雇主应该给因更较侪资源，避免悲剧再次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第18正式挂牌成立，咱台湾甲立陶宛的关系搁较进一步，掩过中国随出手制裁。第2日宣布甲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到上低一级。立陶宛的总理是表示讲，立陶宛想要甲咱台湾强化关系，掩过这甲一中政策并无冲突。台湾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18正式运作，引起中国不满。2日发声明宣布，甲立陶宛外交关系降做上级一级大班级，讲互台湾设代表处是咧制造一中一台，搁呛下立陶宛政府爱承担一切后果。立陶宛不顾中方严正抗议和反复交涉，允许台湾当局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决定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知影了后表示，立陶宛是要甲台湾建立更较密切的经济文化等关系，设代表处应该袂互任何人感觉行一条，也无甲一中政策有冲突。Tai, kad Lietuva nori intensyvinti ekonominius, kultūrinius, mokslinius, taip pat ryšius su Taivanu, buvo paskelbta vyriausybės programoje ir tas žingsnis turbūt neturėjo kažko labai nustebinti, kad šitas žingsnis nereiškia jokio konflikto ar kažkokio nesutarimo dėl vienos Kinijos politikos。立陶宛外交部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暗过当时立陶宛有权扩大甲台湾合作。台湾外交部回应，中国政府对立陶宛采取外交关系降级措施，只显示这么大强国，各还各无度量。中国政府为了要求台湾与立陶宛停止交流合作，甚至对立陶宛采取外交关系降级措施，只凸显偌大强国既蛮横又气小，甚至可笑，却不值一评。学者分析，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不是正式大使馆，甲其他欧盟会员国伫台湾设的代表处拢同款。中国出动手制裁立陶宛，主要是为了合作其他欧盟国家，反而出现连锁效应。安尼的做法恐惊引起欧盟其他国家的反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冷空气较位，北部、东部会反寒，嘛会落雨。北到南，温度拢会下降，而且愈晚愈寒。咱来看温度。今日透早，锋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伫北部、东半部也有中部的山区，落雨机会会提悬。全台湾温度拢会下降。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花莲是17度1。要提醒乡亲，今仔日愈晚愈寒，北部、东北部低温敢若15度至16度。
下暗到明仔载透早低温剩12度，拜三拜四透早温度搁较低，剩11度。另外下暗到拜二，若是水汽有够，35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机会会落雪。若东北季风增强，今仔日台湾南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的沿海，抑个外岛，拢有9级至10级的强阵风，沿海风影嘛较大。若拜四冷空气才会豆豆减弱，温度会小可回升。咱来关心捷运的三英线拜六发生公安事故，造成3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新北地检署昨昏依照涉嫌过失死罪，约谈工地现场细件的负责人，也佫控南马控的卡马公车的工程人员，计共3个人去说明。目前工地已经先停工，新北市政府嘛罚外包的厂商84万。目前有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吗？不晓得，现在调查。秘书问时，只是讲也伫调查。检方为了调查捷运三名工程发生公安事故的原因，22照涉嫌过失致死的罪嫌，约谈涉案的工地现场负责人、姓黄的阿门头灌浆车公司负责人，也有姓杨的灌浆车司机到案来说明。有什么要对家属说的吗？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那目前了解是因为有赶工还是什么才导致公安意外吗？没有，这个没有赶工问题。工地负责人对罹难者家属系实的，并且讲无为着赶失造成丧失。捷运三英线20载3级的嘉兴路甲嘉福路口施作，高架灌浆工程作业敢若亲像帮无憋气造成倒来，有4个工人对3楼管的应急摔落，造成3个人死亡。到底事故是安怎发生的？捷运局甲土木技术工会重回事发工地来勘查，翕相记录。就一些模板跟支撑的一些细部结合的一个构建的一个结合情况，这个也是必须由之前的一个施工图说好去做进一步的调查跟确认。是不是整个当架的支子的这个支撑点是不是因为老旧，或是因为在支撑的结构上的计算上有什么误差？真正的问题找出来。由施工的面积真大，厂商是毋是按照设计图甲计划书来执行，拢进一步来确认。新北市政府已经下令工地来停工，配合调查。捷运局是认定施工厂商永港工程公司在施工上有疏失，造成人员的伤亡，依照契约罚款84万块，并且强调，若是查出责任归属，也是会包商，会佮加重责任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介向今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每年大学考试实施新制度，热天的大学考试会看分科测验甲学测的成绩。有专家就分析讲，1889个校系参与，也毋过内底有8成超过1500个校系分科测验，敢若看1科还是2科的成绩尔。等于是主要拢是看学测的表现。文组的考生等于是考1摆定生死。来看《自由时报》，咱国家考试数位化即马有新的进展。考选部拍算要甲新论题纳入线顶考试的一部分，上紧伫明年7月份，会带升至专业技术人员、咨商心理师、临床心理师这考试来办理，再搁扩大到中医师、营养师的考试。来看《联合报》，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上新的统计。中国2020年人口出生率是8.52%，创下43年来新低。人口自然增长率嘛是只有1.45%，嘛创下1978年以来历史新低。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无本土病例，也毋过有9个大病入境的案例。其中嘛，包括原本要去参加万金石马拉松的昆阿的选手，这个选手有做过2档预防射，伊一开始采检嘛拢是阴性的，是伫自主健康管理的时验出阳性，嘛有可能12个接触者即嘛爱隔离。国内礼拜新增加9件境外移入新冠肺炎个案，其中案16636是来台湾参加万金石马拉松的昆亚籍选手，入境前做过2剂 AZ 疫苗，入境的时阵加检验期满前采验拢是阴性，自主健康管理局验出阳性。研判它还是这个属于过去的一个感染哦。那另外个案，因为什么它的同行的11位的选手也会被列为居家隔离？
主要是因为他们在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有一起练习哦。这位中心研判，这个案应该是旧案，不过也是考虑12个接触者，包含11位做伙入境的选手，甲一个做伙来工作人员。国际疫情起起落落，虽然台湾疫情转好，不过医师烦恼安尼造成疫苗延慢注。扣除未使注疫苗的12岁以下的儿童，安尼换算起来，也有100多万人连第一剂都还未注。万一变种病毒入侵社区，就会快速断开。事实上，到目前还有190万的民众是连1剂都还没有施打。我想这也是令我们比较忧心的地方。那明年如果我们的边境在逐步开放解封的过程之中，一定会让社区的风险会逐步的提高。所以，如果我们在明年要逐步开放边境的过程中，没办法继续提高疫苗覆盖率的话，那我们的社区的风险就会加大。医师分析，明年2月以后，国境有可能慢慢开放。建议政府一旦考虑公共场所限制注过2剂疫苗的人，才会当出入这种管制措施，来增加国人注疫苗的意愿，避免在解封了后爆发疫情。截至目前为止，咱国新冠疫苗第2剂注射率是46.8%，也未超过一半。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大家嘛想要知影讲，预防针爱安怎做保护力上好？台大病院有公布2档预防针做无共排除保护力的调查，2档若是拢做 AZ 对抗 Delta 变种病毒，保护力剩10%至20%；要毋过若是头1档做 AZ， 第2档做 Moderna， 保护力上介好。要毋过这甲瑞典的研究有淡薄无共，瑞典的研究是显示讲，2档拢做 AZ 对抗 Delta 病毒，保护力也有50%。新冠疫苗开放因做无共品牌第2天，台北大型的注射站沿线花圃，礼拜早起来注射民众是真多。昨天跟今天的话，总共我们大概有开放大概12000个名额，实际上预约的人数大概1万多。我们第1个小时是到达的人数大概有500多人。现场有不少民众因为等无莫德纳，直接选 AZ， 不过第2剂就无选同款的品牌，超工等到因做无共品牌开放1天才过来做，而且认为先做 AZ 再过做莫德纳，保护力是上强。主要是我的工作会属于外派性质，所以就是要用混打方式抵抗能力会比较好。我们这个年纪的就比较晚，就剩 AZ 可以打，混打的保护力最好，所以还是希望尽量可以混打。台大病院公布，先做 AZ 再过做莫德纳疫苗保护力的数据，其中2剂 AZ 拄到 Delta 变异株，保护力敢若剩10%到20%。也若先做 AZ， 第2剂做莫德纳是接近100%。不过根据瑞典的研究 ，AZ 搁做莫德纳保护力是68%，另外2剂拢做 AZ 保护力永远是50%。在 Delta 底下的话，莫德纳混打是高高在上，那2剂 AZ 遇到 Delta 就是趴在地上。特别是过了几个月以后，它的保护力从国外数据看起来，其实下降到令人担心的程度。沈正南医师认为讲，做 AZ 也过来做莫德纳，中和抗体是上悬，甚至比做2剂莫德纳也较悬。建议做2剂 AZ 的民众也免伤烦恼，做好防疫工作，以外爱挂嘴暗，定定洗手，明年煞来做第3剂来提升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带乡亲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5千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516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卫星增加9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529例。中国的病例有98000多例，日本是17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48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985万例，法国嘛已经超过749万例。欧洲疫情野悬，真侪国家国务长即马采取更较严格防疫措施，嘛因为限制民众的自由，伫奥地利、比利时、荷兰拢有示威抗议，嘛传出甲警方发生冲突。其中伫奥地利已经宣布对2日开始要全国封锁，这嘛正做欧洲今年寒天头一个全面封锁的国家。布鲁塞尔警方用水条强烈赶走一批一直接近的示威群众，有人往哪走往哪大花都要自由。高算有35000人上街路，主要是反对政府强制要做新冠疫苗。Being injected by something that's not tested well, not able to work where you want to work, to be where you want to be. That's not what we stand for. That's not freedom.
欧洲真济国家最近面临新一波疫情，确诊死亡人数明显升悬。政府针对无做疫苗民众有严格禁足令，餐厅酒吧这公共场所明进出，都爆发真济示威行动。荷兰为19连续3天伫鹿特丹海牙等地有数件抗议行动，警方表示其中发生甲庆节有关系伤害事件，宣布跨年不准放烟火，也是连续2年无相关的活动。几啊路真济燃山的火灾冲天炮，鹿特丹火车站也个被迫关起来。This policy makes a lot of conflicts between the people. Vaccinated and non-vaccinated, they have to make friendship again. 奥地利也伫示威抗议了后，面对现实，真济人赶伫自治全境封锁进前去亚旦市州踅踅咧。即摆封锁至少10天，看情形决定是不是延长，佮希望伫12月13解封。Es ist schon sehr schade wegen Lockdown, aber kann man nichts machen. 奥地利对无做疫苗人实施禁足令，不过疫情一直无转好。19宣布要全境封锁消息了后，引起大规模示威。因的注射率伫后面倒头算，即马亚旦节要到啊，总理查伦堡表示无希望有第5波甚至更较侪疫情爆发。明年2月7日开始，要强制民众做疫苗。公司新闻黄云玲报道。国巴黎正出名的观光景点歌剧院发生火灾，虽讲无人伤亡，也过有一寡有历史价值、有艺术价值的建筑物互火烧去，嘛影响法国的观光。消防车伫火灾现场来去，警方当时伫四周围有封锁线，佮呼吁民众唔通挖进现场，以免妨害救灾。这是火灾发生的第一时间，边仔人所翕到画面。会当看到加布前大楼即几间厝的3楼，火为窗门烧出来这情况，四周围的人看甲拢真惊吓。火灾现场附近的巴黎歌剧院广场，伫塞纳河北边。2019年4月，同款伫大火中严重毁损的巴黎圣母院，敢若离3公里的路程。所以，这个火灾让巴黎市民想到这个痛苦的记忆。Déjà, en ce qui concerne le bilan humain, il est actuellement nul. Le bilan provisoire est nul. Il n'y a pas de victimes. Et à l'arrivée des pompiers, il n'y a personne qui s'est manifesté auprès des pompiers, que ce soit au niveau des bureaux ou bien au niveau des habitations. 为空翕机这个画面会当看到火灾现场差不多规个拢伫火云中。虽然火无圣母院迄年遐尼大，不过因为拢有相当历史甲艺术价值的建筑，室内空间阁真下，相对用真济时间才到着火点将火拍花。但是导火原因也有待消防单位查清楚。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白罗斯甲波兰这边境的移民继续在发生冲突，这移民甲难民因无愿意走，若欧洲国家因嘛唔愿意收。住伫边境的居民对这移民甲这难民嘛感觉真野生，就传出讲有人挑工放狗仔去共驾。伫寒冷的暗暝中，听到警车的警报声，真侪警察牵警用狗伫立陶宛甲白俄罗斯的边界，要甲即寡伫咧困的移民赶走。有警用狗甚至甲困地下内面的一位伊拉克移民，互伊听甲规个人跳起来。立陶宛警方承认有带警用狗到现场。因为白俄罗斯一直想要把这13位移民送到立陶宛的边境，因才会采取反制措施，并不是主动放狗咬人。也伫白俄罗斯甲波兰的边界，来自俄罗斯的志工团体正伫咧帮助一个来自叙利亚难民，也个一直为波兰的警察。We try to get back to our country because they know, I couldn't cross the border when I tried to go back to Minsk. The Belarus army they catch us, and some of us I know. 因为文化袂合、语言袂通，在地民众拢真担心。Jak widziałem w telewizji, jak się zachowują ci ludzie ogólnie, to jest normalnie, powiem szczerze, szok i to jest tragedia. A jak się zachowują? Bardzo brutalnie i to nie są pokojowi ludzie. To nie są emigranci, to są bandziorzy, którzy w imię Allaha po prostu chcą zniszczyć europejską kulturę. 这两位来自阿富汗的移民，伫个这里顶行过大片的森林，和波兰的警察抓到，因为腰骨寒，身体真虚，被带到当地病院治疗。Каждый раз Талибан позвонили нам, if I find your place, I will kill you, my papa. If I find your place, we will kill you. Но поэтому я решил выходить из Афганистана.
德国总理梅克尔甲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这礼拜通过电话，强调会合作处理移民的危机，也要求联合国移民组织赶紧介入。这款离乡背景的移民，伫咧家乡就会闪避战火，怎么个无家可归？唔但是无法度到欧洲开始新的生活，也搁甲球共款，互世界各国送来踢气，唔知影家己的人生敢也搁有未来。公司新闻金婉庆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国际奥委会有发出声明甲相片，讲因有甲中国的网球选手彭帅实行通话，有讲半点钟久，讲伊即马人平安，人好好，伫北京出来，爱外界尊重伊的温书。来关心俄罗斯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愈来愈吃力，过一日来确定病例甲死亡的人数拢创下新高。因的总统普提嘛讲，伊已经做好第3档国产的预防针。来关心日本，打算要甲欧盟进行面对面的会谈，时间有可能伫11月29。要讨论的议题嘛，包括要安怎加强因应中国甲台湾的台海局势。镜头搁倒来咱国内，咱来关心12月18，咱要举办公投，剩无1个月，哪里两党拢无用咧宣传。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伊去桃园的时是批评总统蔡英文，因过捌答应过要保护海草大，却无照片照行。那副总统赖清德，伊是伫中部的时，伊讲海草大的议题关系到咱的能源转型，用天然气发电，才有法度改善中部空气污染的问题。8岁过桃园县长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头一场桃园的公投宣讲，现场的乡亲真会面子。伊讲国民党无反对美国猪肉，无反对内地，批评民进党无顾欠电的可能，推动废核家园，无愿意重新启动核事。公投摆白大选，有算甲时间成本更加悬，也以桃园在地海草大议题批评总统蔡英文无实现伊所讲的话，希望民众公投投下4个同意票。到我们观音的藻礁立了一个藻礁永存，提那个名字叫做蔡英文，真的很巧。现在要破坏藻礁，那一位也叫蔡英文。另外，这边发出4个无同意的民进党副总统赖清德到台中公投来宣讲，除了这期公投北大选造成选务真乱，也市场安全有问题，无度重新来启动。另外，海草大议题影响是天然气发电，对台中地区减少中火污染有帮助。接收站做好天然气接来就要发电啦，一年会当发偌济电？大家知唔知？137亿度啦！你即摆若无天然气吼？咱台中市民要求的燃煤、火力发电要降载，这就差不多是加讲的啊，敢唔是安尼？除了讲海草大，赖清德强调，内地的议题已经被操作成为政治的问题，若是民众投赞成票，可能影响咱国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宜兰龟山岛昨昏时阁喷出硫磺烟，高度超过4.6啊悬。下早啊甲下晡拢捌大喷发，应该是海底火山在释放能量。40年前最大的出口就是我们前面石头崩塌下来的地点在40年前这个烟也跟今天的类似相当的壮观但是因为地震的关系土烟的地点被石头堵住了今天算是归首海底火山能量适量大喷发所以说才有今天的现象。画面内底当看到昨早清出白烟，海水嘛那亲像咧滚，时间大约是17几若分钟。到下晡，硫磺烟搁喷发，甚至是超过骨头关度，嘛是最近这17年来喷上悬的。大自然的奇景，互看到的游客拢讲家己真好运。在地上大条做伙关心苗栗有一个民众去爬虎山，要落山的时无细致绊倒，骨头那亲像是断去，救援人员赶紧去救，押送病院。另外，伫南投的秀城大山嘛传出一个民众家己去爬山，却失去联络，目前也在找找。大家到顶家乡只固定伫个沿港徛单桥顶面，6名警消人员准备运送这名登山客落山。这民众2早去爬苗栗太阳乡的虎山，过程中无细致绊倒，造成头壳受伤。正边脚头骨敢若断去，消防局太阳分队入山找到伤者，并且协助伊登来登山口送病院治疗。到达现场便以
你立即做评估，对患者做简单的处置，再以 SKED 加以固定，以人力搬运接驳的方式搬运下山，再送往卫生福利部苗栗医院救治。另外，伫南投一个姓李的登山客，20透早家己去爬小城大山，甲家属约伫个玻璃会合，确实拢无出现，手机也关起来。家属伫面册登山社团发文，希望最近有爬小城大山的山友到3天来注意，也赶紧通报警消来找人。结果消防队员发现，这个登山客车已经放伫个登山口，离透早赶紧来电开搜救。6点26分的时候，确认车子还在现场。那我们就当时就由这3名同仁，沿着他本来规划的首城大山路线进去搜寻，这样子。小城大山悬大约2420公尺，以路途长、爬升悬，就拿真豪宅出名。消防队表示，伊还一直找这个登山客，不过到这阵为止拢还未找到。记者综合报道。要提醒苗栗甲台中的乡亲，11月30早起在9点开始，当地停水要停47点钟，有20万户会受影响。苗栗甲台中月底因为要换供线，会停水停47点钟。停水的时间是对11月30早起9点到12月初2早起8点，计共有20万户会受影响。这嘛是对今年4月份考换中部实施有5天有水、2天无水的限水措施以来上大规模的停水。水公司爱民众体谅，嘛提醒大家爱提早欠水。台中有3间焚化炉，对11月份开始要做1年1届的保养甲修理，即马敢若剩一个出入口会当处理粪扫，地属粪扫车排甲落长消化不了。台中市文山焚化厂外口的道路，粪扫车是排甲落长，超过20台粪扫车拢伫咧等入场落货，队伍是绵延超过400公尺。伊内底有一排嘛，外口有一排嘛，大概用几台？大概用几啊？100几台啊？100几台哦。环保局清洁队的粪扫车优先入场，国民间环保公司的粪扫车只会当排队等候。粪扫车司机有的半暝3点出门，中昼收粪扫完，可是因为塞车来延迟下班，排队的过程卡袂到1点钟以上，上关甚至有9点钟。啊，是当排偌久啊？1点钟以上？有啊，系啊。台中市总共有3座焚化厂，每年11月到12月展开例行税收。厂内只开一个倒粪扫的入口，烧粪扫的效率是大大降低，未付烧的就放伫咧厂区内其他的所在。现场已经出现一座细粒山，这气味更较互人无法度忍受。因为每年焚化厂都必须要进行2次的税收，那年末的税收是大概落在11月到12月之间，所以这个会有塞车的一个状况，大概每天会有89吨的缺口。台中市环保局表示，乌里甲后里厂已经税收完成，只剩文山厂。为着让粪扫清运袂受到影响，已经启动紧急气制场，而且发放号码牌，避免粪扫车等上久。文山焚化厂要到12月19号才会税收完，时到粪扫车排队的状况才有可能解除。记者台中报道。天气哪来哪寒，寒人有人会买袖啊。伫网络顶头就有人伫回讲，行政执行署有查封一批外套，一领资本要1万通块，也毋过因为拍卖，所以敢若卖1000外块。要提醒乡亲，这拢假的，拢港骗的。行政执行署是回讲，因无甲民间业者合作，嘛无咧拍卖衫裤。网站顶面会使看到真侪真水的羊毛的碰色衫甲配衫，讲是行政执行署要拍卖，9万块的衫裤拍到只要1499块，不过爱说你，因为这拢是骗人的。只有留下电子信箱，然后通常都是货到付款。可是你买了之后，它可能它的品质并不是像它当初所保证的一样。那你如果要客诉的话，可能会求偿无门，或者是你要退货也很困难。行政执行署澄清，无甲任何业者合作来拍卖，不过这已经是因第3摆发现红模样。起因就是高雄分署2017年所办的2场配衫的拍卖，10万块的配衫敢若卖2000块，这么小计数，当时引起真侪民众排队来抢买。超半夜出来卖。有价的呀，而且这件也可以啊。拍卖上新闻了后，不受业者冒用拍卖名义，互俗价合理化来吸引人客。不过品质甲真假根本无保障。另外，警方调查也发现，业者差不多拢是境外 IP， 一直也卖完，也互执行署是真困扰，只有一直澄清。执行署拍卖是定期公告来举行，现场伫咧卖，提醒民众千万莫互骗去，以免发生纠纷，也找无人赔偿。记者综合报道。
电影放送头，咱镜头来分林后背的顶溪社区有开课，是邀请讲师来教社区的时代，甲无食完、食无了的食材，佮煮一顿新的料理。真侪社会人当咧听老师上课，这是分林后背的顶溪社区，一摆因要来煮青菜金龟汤。长辈可能牙齿比较不好，那我们可以做一个浓汤，搭配饭还是面。哦，像南瓜啊，有没有马铃薯？有时候盛产的时候，人家就会送很多。还有在我们冰箱可能一些蔬菜剩下一点点，又没有料理啊，有时候冰到坏掉啊，所以给他们概念，就说把那一些蔬菜都拿来做一个浓汤。这是社区关怀据点的课程，这摆来教时代爱珍惜食面的观念，甲平常食不了也是挤出来食材好好利用，变出一个新的好料理。食做伙，有物件好食，啊，爱感谢这老师来甲阮煮完食，搁来甲阮教。扣食这个观念，你感觉安怎？好呀，好啊，足好个啊！扣食，阮也都爱扣食啊。因为安尼吼，一寡只长辈吼，较袂了解，所以咱就邀请老师来甲只长辈，来甲讲这个课程，安尼这物件讲安怎来扣食。透过课程，互社区的长辈有能学到新料理的做法，也互因知影平常时就爱较克实，莫讨债。汤食物件透过创意，拢会使变成新的营养食食。记者综合报道。可可会当摕来做巧克力豆，卖当煮茶。伊的叶啊嘛有路用，伫南投水里就一对种可可的红仔宝，用可可叶摕来包装因的巧克力豆，好看，佮当减用塑胶包装。这个是比较容易破掉。摕一支起边仔伫叶仔顶悬称咧，甲叶仔包装清掉纯叶面。这毋是学生仔咧做美术课的功课，是可可农利用可可叶所设计的创意包装。因为我是种巧克力，所以呢，我就会用在巧克力的包材上面。我像这样，我们可以把它包起来，用这个来代替很多的包材。塑胶制品。南投水里种可可的农民张玉华红仔宝，除了生产可可豆，嘛研发真侪加工产品，亲像这款因家己做的巧克力豆，搁香搁纯，成分搁会当挂保证。后来因想要搁加利用可可树其他的部位，变真久才变出这款叶的包装，唔但好看，搁环保。在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食农教育里面讲的地产地销，就在地的产品。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自己做一个变化，让它亮度更够。农民唔忘利用因用心栽培的可可啊，配合食农教育，互大大细细拢知影可可树的珍贵，而且用简单的手路处理叶啊，做出独一无二、逐张拢无共的包装，唔但有纪念意义，嘛减少使用塑胶，兼顾环保。记者综合报道。伫国外有民众会食糖，毋过伫咱国内大部分的乡亲可能也无法度接受。伫咱食糖，伫国内看起来真拢毋敢食。有教授即马就做研究，表示讲，其实糖拖蛋白质真悬，营养真悬，用途嘛真济，饲糖的成本真低，会当兼顾环保。你感觉食豆糕也是草莓啊？对真侪民众来讲，要食糖拖，恐惊也是真困难。云林科技大学的陈武新教授，伊研究真侪档，发现饲糖的各方面成本拢比畜牧业俗真济，佫会当达成永续发展的目标。产生1公斤的牛肉好了，你大概要3万公升的水啦。养昆虫大概只要15公升水，大概差了2000倍。那在像土地资源，它差了也大概10倍左右。虫可以吃食品加工废弃物，可是你养牛的话，它一定要吃牧草或者甚至吃玉米。虽然目前大部分的台湾人也无法度接受食糖拖这件代志，不过其实对真侪国家来讲，食糖是真素常，甚至佫研发各种的口味。昆虫在欧美，尤其东南亚跟欧美，尤其是像这种面包虫口味，它已经有很多种口味可以买到了。像你可以买到黑胡椒的，买到芥末的，甚至买到甜的，就是黑糖的。陈教授表示，饲糖真简单，用果子皮白饭就会用日。若准甲糖当做食物，唔但成本低，佫真营养。而且糖拖也会当摕来做加工产品，或者是佫摕去饲其他的动物，用途有真济。糖拖永续发展的研究，应当会变做未来的趋势。记者综合报道。
12月18日要进行全国性的公投，伫新竹的民众选民会比别的县市加领一张选票。这是新竹有一阵地方的妈妈发起全民啉好水的公投，会甲即届的公投做伙举办，呼吁大家爱重视新竹水的问题。同意喝好水，同意喝好水，我们要喝干净水。今日尾新竹市民除了有全国性的4项公投案爱投票，佮加一案是一阵地方妈妈所发起的全民啉好水地方公投。主要是要求新竹市应该定废污水管理自治条例，认定工业、医疗甲其他事业废水应该要有专门的公线回收。污水排放在上游的话，那其实从上游到从上游下来这一段的那个生态都会受到影响。希望我们新竹市民有10万人走进投开票所，然后投下第5张公投票的同意，让这个案子可以成案，让我们的头前溪的污染可以早日解决。嘛有在野党的民意代表出面表达支持这项公投案，表示讲，让民众啉好水本来就是政府上基本的责任。用我们市民的选票提醒市府，我们需要喝干净的水，农田也需要干净的灌溉水，我们需要订定这部自治条例。全民啉好水公投案是年底全国唯一一项地方公投，嘛引起真侪人关心。发起团队希望透过公投解决头前溪长期污染的问题。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嘉义有一间旧家宿舍，因为无利用，即马是摕来整修再利用，会当摕来表演，嘛会当摕来办展览。伫年底时，这个所在就准备要办台湾设计展。伫老宿舍内底，民众当咧体验木造的课程，家己旧家甲边仔的宿舍住落，经过3年，会当利用的空间经修复，环境变了真无共。啊，无迄阵也无整理，逐间都是要倒要害。安尼对阮遮吼，阮遮大概莫讲啥，阮遮大吼，水准嘛提悬。啊，阮遮老人嘛加足有通啊运动的，逐项拢加足好势。这个住落当初是有8外户，到呾即阵10外户，佮住伫遮。目前修好的一寡宿舍，除了正做工作室，也配合家己市木刀的计划，培养相关的人才。那未来实验牧场会继续推动了人才培育。那我们也已经在过去2年把人才培育的这些人，已经转移到我们市区修缮的暗场的现场。那所以有需求、有工作、有人才，那这个是我们下个阶段推动的一个重点。21日时，嘉义市政府伫遮举办完工下图的仪式。下个月就是台湾设计展，市政府表示，旧家家是即届主要展览场馆之一，希望边仔拄完工的宿舍住落，会当替设计展带来丰富的内容。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要鼓励时代食甲老学甲老，伫台南的新市国小最近有推出6年课程，互阿公阿嬷来念台语囡仔歌、搬喙音，另外嘛互因去台顶搬戏。虽讲台词记较袂牢，毋过阿公阿嬷是感觉真熟悉。阿公阿嬷对老师哪念歌谣哪表演，新市国小这班6年课真热烈。老师毋但用台语数字甲因唱歌谣，学生搁爱上台表演。要出来外口运动的人，衫裤就爱穿较显的，毋通穿较乌索索、暗蒙蒙。阮根本行到皮皮穿嘞，因为老师咧教，阮当然拢找着练衫斗尔，食老啊啦，记伫歹啊，所以看大字报。大家分组轮流搬戏，拢需要大字报。毋过透过上台的训练，有观众拍扑啊鼓励，时代豆豆啊找到自信。老人记忆会增加记忆，啊，搁学一寡台语吼，一寡古早台语拢都找倒转来。教的时阵吼，会当搁互因去找找记忆，啊，因咧找记忆的时阵吼，因特别去感觉讲因咧退化，因为老人伊爱有自信，爱有人甲关心。啊，来搁一点就是讲，伊有舞台，伊就会想要来。新市国小6年班最近加入老惠阳老师设计课程，伊嘛会利用时代熟悉的旋律，甲因囡仔歌、搬喙音也是故事，哪讲哪演哪唱，时代学了趣味，嘛是一种文化传承。记者邓家文、赖维做台南报道。
体大大车拼来看中华职棒中信兄弟林志胜，早暗时讲出红不让，这是伊第289支红不让，持续着张泰山的纪录，两个拢是咱台湾全垒打王。另外，中信兄弟的单组合20暗，伫比赛时，伊嘛讲出伊第100支红不让，这是中华职棒上届少年完成第100支红不让的选手。做伙来看体育新闻整理报道。这个球出手打到了右半边，来看一下飞行距离够不够远呢？结果289红出现了。风出球转满贯炮，中信兄弟大师兄林志胜日暗时对乐天桃园的比赛，7局下半帮助球队超前比数。这个满贯炮是伊中职生涯第289发全垒打，击平生命王子张泰山的纪录，并列台湾全垒打王。把球送到了左外野方向，林志胜这一棒有机会形成再见全垒打。经一天也在关键时刻11局下半轰出再见全垒打，帮助球队胜利。总教练因为做就表示，林志胜进入中冠军赛18人赢单机会大大升悬。工场开封也有队友单组合单场双响炮，会名留青史。右半边方向的飞球，陈子豪职业生涯第99轰。哇，这一棒在右半边方向，陈子豪看一下界内还是界外，职业生涯的第100轰。伊伫第2甲第7局分别轰出阳春炮，将做中职史上第24个达成生涯100轰的选手。过去26岁114天刷新张泰山的纪录，将做上少年100轰缔造者。中华职棒总冠军赛这个周末会伫台中就是球场开始，由顶半季冠军中信兄弟迎战下半季冠军统一狮。暗过统一最近8场输7场，让出注定优势，一定要用最后1礼拜重新调整。Shohei Ohtani。德国伤兵得到2001年美国联盟上有价值球员，加做2002年联盟一龙了后，史上第4位摕到大联盟 MVP 的球員。すごく嬉しいですし、まずは投票してくれたBBWA の記者の皆さんとチームメイトの監督、コーチ、あとはファンの皆さん、またトレーナーと僕の手術をしてくれたお医者さんの皆さん、支えてくれた皆さんに感謝してます。伊除了美联 MVP， 也阁得到大联盟球员投票选出年度最佳球员，甲美联杰出球员2项奖项，也得到棒球文帖甲棒球美国2本宽辉棒球杂志年度最佳球员奖，甲大联盟主席曼弗瑞特别颁予伊的主席历史成就奖，也以美联指定打击得到银棒奖，将做史上第2位得到银棒奖的日本球员。日本传奇球星铃木一郎也伫18得到全票通过，入选水手队名人堂，成做水手队史上第10位名人堂成员。每年球季8月至8比赛会为举行仪式。F1 以及碰形式赛车，这个赛季倒头算第3站伫卡达开始。奔驰车队车手汉密尔顿得到第1届卡达站冠军，互伊伫年度积分榜指数互红牛车手维斯塔潘8分。记者综合报道。科技的进步，最近元宇宙是一个新的概念，嘛，互虚拟的网络世界出现新的商机。过去日本较出名的虚拟网络红人是初音未来，即马泰国嘛对有着阵有推出万国的作鬼，是嘛共款真受欢迎。对着镜头伫咧超动作，即马将伫咧翕的作品是泰国的虚拟网红曼谷陶器鬼。Hi, I'm Bangkok. Nice to meet you all. I'm 17 forever, non-binary with a dream of becoming a pop star. I hope I can meet you all in person one day. Love you. 这是泰国时装设计师阿迪萨克甲朋友最近以真人做底所创作的虚拟网红曼谷陶器鬼。伊的头毛是大红色的，身材正瘦，对伊外形看袂啥彩是查某也查某。伊无认为家己有固定的性别，或者是只干那一种性别，是性别流动的偶像，符合现代人做家己的定义。So Bangkok Naughty Boo is a mixture of Bangkok teenagers that I have collected in my own project. I Want a Bangkok. So I've selected some interesting styles from Bangkok teenagers, and then I mix them together. 即马科技愈来愈发达，虚拟网红自过去日本的初音未来，到泰国今年9月写本卡，这个因为疫情出现的远距工作加居家隔离模式，
所创建出来稀里网红。这间公司认为，稀里网红袂老，永远拢正少年，袂有感情的困扰。伫疫情下，行动也袂受到限制，所以比人类也佫有市场的优势，正适合伫咧后疫情时代发展。根据社会分析机构的调查 ，AI 人工智慧所创造来的网红市场，正伫咧全世界创造正大的利润。预计伫2021年年底进前，会当到138亿美金，换算代表是3800万亿。因为千禧世代是活伫咧数位时代，对社群媒体甲虚拟环境拢正熟，所以虚拟网红的产业市场成长正紧，尤其是亚洲，伫咧未来10年市场会正大。不过对真人的网红 model 来讲，虽然因也认同，经过大数据分析，人类所创造出来虚拟网红比其他类型的网红更较有法度带动流行。不过因是无认为其他种类的网红市场会互因抢去。สมมติว่าถ้ามีคนมาสร้างแบบ AI แล้วแบบเหมือนเราเลยอะไรเงี้ยเราก็ไม่ได้เว้ยเพราะสุดท้ายแล้วแบบคนตามเราเพราะแบบทัศนคติเราหรือว่าแบบไลฟ์สไตล์เราจริงๆความเฮี้ยเราจริงๆอะไรเงี้ย华旗老古曼认为，大部分的人依然是希望人看到真人，虚拟网红无法度取代人类之间的真实的互动甲联系，只是数据的存在而已。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天气报道在今仔日冷空气较微，北部、东部会反寒埋落雨，要提醒乡亲，咱全台湾温度拢会下降，而且愈换愈寒。AM 到明仔透早低温存12度，若是水汽有够3500公尺以上的关山，嘛有机会会落雪。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6度。外岛的温度是14度至25度。咱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将今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